继续来看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唐凤，外界是认为伊出国的成果无好。针对这个部分，唐凤这个礼拜四将要到立法院来做专案报告。有民进党的立委来表明讲，到时阵要互唐凤好看。唐凤今仔日讲，伊是主动争取要到立法院来说明，嘛对家己这段时间的表现有信心。另外，新总统内阁的改组，唐凤的气流嘛将做焦点。唐凤是讲，到打赖副总统拢也未甲定顺气流的问题。数位发展部主办的第5届 IT 大赛开训计划，主要的杀手唐凤部长嘛做回来，只是这届敢有可能是上礼拜用部长的身份出席。目前为止我是还没有收到这方面的征询。那就像我之前在联访的时候也有说过的，我们政务官呢，不管是去留都是由长官来决定。也是迄句话，去留是顶悬的决定，毕竟准总统赖清德伫咧5-2上任，内阁改组唐凤的去留最近一直互人讨论，甚至有人传讲党内有人烧逼。这礼拜四到立院报告，就有民进党的立委表明要互伊好看。像我是主动去跟赵伟争取说，除了我们的业务报告，包含房价等等之外，也排专案报告。那专案报告就是关于我们出国特别是一些经贸谈判的一些成果。提出成绩是真有信心，看新会期立院的各委员会就要开始攻防大战。东方煞加做立赢的目标，二方诈骗无力，嘛加做拿赢大选的章头。就基层的同仁跳出来替东方打抱不平。朴文写讲，家己的翁捌看东方做事几啊届。警示的系统质量就真紧和同仁做伙，甲国外的攻击挡落来，定定一无赢就是透明。佮讲2年来所达到的网络基础建设来讲，东方是第一人。就像防诈工作一样，其实我们在过去1年已经有相当多的成果。那当然，大家印象有的时候可能是停在我们部刚刚开始组成的时候的状况，所以把这个印象能够更新了，这个是我的初衷。提出诚意到立院做一届讲清楚，是离开政经最后的交代，也是为着要留落来，互外界拢真关注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